Hello， 大家好，歡迎又嚟到我呢個頻道。今次呢條片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2025年參加 UTMB World Series Final 嘅經歷。其實呢一場比賽已經係1年前嘅事，拖到今日，我終於的起心肝抽時間將佢剪翻出嚟。雖然時間事隔咗1年，但我重新睇翻啲影片內容，好多嘅畫面、感覺同埋當時嘅心情，依家回想起嚟都係依然好震撼。所以今次就帶大家一齊重溫呢一場比賽，一齊感受下 UTMB World Series Final 嘅魅力。咁我哋出發啦！2025年我參加嘅係 CCC 100公里嘅項目，而 Grace 參加嘅係 UTMB 168公里嘅項目。亦都係因為比賽之後我要立即趕去支援 Grace 嘅比賽項目，避免比賽之後身體同埋精神耗盡。今次嘅比賽我有少少保留，等比賽之後可以立即去進行支援嘅任務。2025年嘅賽事因為天氣突然變得非常之寒冷，大會要求帶上強制嘅裝備之外，亦都需要參加者帶上額外嘅寒冷裝備，再加埋本身嘅強制裝備，我用行李磅磅過，未加飲用嘅水已經超過咗5個 kg， 加上落雨同埋落雪嘅關係，令今年嘅比賽嘅賽道難度增加咗好多，所以大家都要面對相當大嘅考驗。以免影片過長，我嘅部分就輕鬆咁樣帶過，而最精華嘅部分我就將佢放到最後，所以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啊！一開始我太低估咗塞車嘅情況，諗住輕鬆少少咁開始啦，去提防後段嘅後勁不繼。點知輕鬆少少就已經出咗事啦。其實我一早已經估到咗會塞車，但係我估唔到會塞得咁嚴重。上山走唔到自己嘅配速，路段又窄又過唔到人，而且塞車嘅情況竟然要去到20公里之後先至好啲。其實我真係第一次比賽要塞咁長嘅距離，果然係世界級嘅總決賽。比賽頭段嘅寬敞位置就唔多嘅，所以我每次過人都要花唔少嘅體力去做變速，然之後再過人。而冇預計過嘅塞車情況，令我同我原本嘅計劃相差咗好遠。都知道冇可能去追翻咗失去嘅時間，我亦都唔夠膽去追，因為尾段出事嘅風險我承擔唔起。我需要好多嘅體力同埋精神去支援 Grace 嘅 UTMB 項目，因為今次嘅支援任務係唔可以失敗嘅。今次比賽嘅第一個山頂到咗啦，呢個位係9公里嘅位置，爬升爬咗1400米，嚟緊呢就會向下面跑噶啦。咁個水站就喺下面呢度呢，一望無際，見到成個阿爾卑斯山山脈啦。我依家要沿住度向下面跑。比賽前半都係輕鬆同埋開心嘅，又點會知道真正嘅考驗先至係啱啱開始咋？詳細嘅內容我就簡簡單單咁講下就算，因為講太多呢條片就會非常之長。總括一下後面嘅情況，因為低溫同埋大雨，令到成個比賽嘅難度高咗好多，甚至有啲位置嘅能見度都變得非常之差。路況因為濕滑，令到技術嘅難度增加咗好多。極低溫嘅環境令我身體多次出現抽筋嘅情況。如果係12個鐘內嘅選手，我相信佢哋嘅問題都唔係好大。如果好似我呢啲14個鐘嘅選手，相信佢哋都會好煎熬。而我都總算好順利咁樣完成咗呢場比賽。我知道有好多人睇住我玩呢場比賽，途中亦都不斷俾咗好多鼓勵說話我。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希望我有機會喺下次做翻一次好啲嘅成績啦。喺比賽嘅中途，我同一啲連續參加咗2年或者以上嘅參加者做交流，佢哋
哋同我哋分享，就係佢今年嘅比賽比佢以往都準備得更加充足，經驗更加豐富。但係佢哋無一意外嘅都係，佢哋嘅時間係比起以前足足慢咗差唔多1到2個鐘。喺度我都想特別多謝我嘅支援人員阿 Fat Peter。咁比賽後我就返咗去住宿嘅地方，執好咗需要支援嘅行李。其實都冇時間休息噶啦，我已經立即出發去支援 Grace 嘅 UTMB 賽事，立即趕到去支援 Grace 嘅第一個支援點。其實呢個支援點已經係佢完成咗80公里嘅位置，Kuumaya 體育館。佢哋嘅賽事喺早一晚6點開始，呢度已經經歷咗一個非常之難捱嘅夜晚。天氣非常之凍，山上落完雪，而地面變成咗非常之難行嘅牛油路，要花嘅體力都比平時多。我見到佢嘅時候，佢嘅精神仲可以，但係佢已經冇乜信心可以完成到比賽，而呢度只不過係賽事嘅一半。呢一刻，我只能夠同佢講，行得一個就一個，唔得就撤退啦。女仔嘅身體一向都比男仔差少少，喺2000米以上嘅海拔高度，佢嘅身體唔能夠跑得到，甚至有少少辛苦嘅感覺。佢捱到去呢個位，佢已經嘔咗幾次。突然之間，我哋收到佢嘅消息，佢表示佢會喺下一個嘅檢查點99公里位置離開，因為佢嘅身體同埋腸胃都已經非常之崩潰。佢表示佢已經唔可以跑，佢甚至同我哋講，佢依家只能夠一步一步咁向住檢查站進發。之後嘅一段時間，我哋都收唔到佢嘅消息。香港唔同嘅朋友留意到佢嘅情況之後，都用唔同嘅渠道同我講，叫佢加油堅持落去。隔一段時間之後，我哋收到大會更新跑手嘅進程消息入邊，知道佢冇喺 Anova 呢個檢查站撤退，而佢選擇繼續堅持向前繼續走。經過一段長嘅時間之後，佢終於到達咗 Champex 檢查站。而佢到達嘅時候，個表情非常之痛苦。從佢嘅眼神睇得出，佢真係好想離開。佢只不過係等我講一聲，叫佢放棄。不過喺嗰個時候，我冇表達任何意見，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叫佢離開嘅話，佢好大可能會剪帶立即離開。其實去到呢一個位置，佢已經完成咗128公里，而總攀升量已經超過咗7000。我覺得如果佢喺呢個位置離開，都已經非常之厲害。對於佢嚟講，已經非常之叻。加上今年 UTMB 賽事嘅天氣難度真係非常之大，大雨、落雪，加埋低溫。我哋呢種身處於華南亞熱帶生活嘅普通人，佢已經盡咗佢最大嘅可能去準備呢一場比賽。喺呢一個時段，我哋遇上到聰 Sir， 佢俾咗一啲專業嘅意見俾 Grace。佢同佢講，其實佢可以選擇多堅持多一個站先，亦都同佢分析咗之後會面對一啲乜嘢嘅挑戰，俾咗一啲鼓勵佢。喺呢一次嘅比賽入邊，其實佢已經係冇休息過，連續運動咗28個小時。我趁住喺幫佢整理行裝嘅短短7至8分鐘時間，我叫佢短短咁樣閉目躺平咁休息一下。而其實最殘酷嘅係，大會嘅檢查站離 cut off 只有唔夠10分鐘左右嘅時間。喺檢查站敲起咗倒數嘅響鈴嘅時候，我立即幫佢掛起咗跑衫嘅背囊，幫佢檢查佢需要嘅物資，帶佢行出去檢查站嘅出口。
佢企咗喺閘口嗰度，望住咗我，流咗幾滴眼淚。平時佢好堅強，唔會咁容易喊。佢喊得證明佢而家真係非常之痛苦。係嚟關閘嘅最後嘅幾十秒，我睇住佢離開咗。我當時只能夠做嘅，只能心中咁樣默默同佢講加油。越野跑呢一種運動，要剪帶離場真係好簡單，要堅持落去，除咗自身嘅能力同埋堅持之外，最重要嘅係你有冇勇氣去踏出未知嘅嗰一步。人生亦都一樣，喺佢唔知道嘅情況之下，香港有好多人都留意到佢嘅情況，用唔同嘅渠道去聯絡我，叫佢加油堅持落去。大家都好緊張佢嘅情況，而我唔想俾太大嘅壓力佢，所以冇同佢講。加油啊！有好多人喺背後度支持緊你。呢個檢查站完結咗之後，我立即趕到去下一個嘅檢查站 Trian 145公里嘅位置。我到達咗呢個檢查站嘅時候，見到當場嘅畫面令我非常之震撼。成個檢查站彌漫住一種非常之負面嘅感覺。喺呢個檢查站，我見到唔少人都執緊包袱，準備喺呢個位置度撤退離開。有一啲人蜷縮咗埋喺一邊，有啲人匿埋咗喺帳篷入邊避寒。喺嗰一刻真係好凍，體感溫度喺0度以下。我甚至見到有啲人因為失溫嘅問題，俾人哋用擔架抬走咗。有啲人抱住個頭喺度喊，有部分人因為身體嘅痛楚、能量嘅耗盡、低溫又或者唔同嘅原因，令到佢哋唔能夠喺呢度完成賽事。呢個位置距離終點只有30公里，但係呢30公里入邊嘅挑戰一啲都唔簡單。佢哋大多都奮戰咗35個小時。如果佢哋想堅持咁樣完成落去，就算要行，起碼都要行多8至10個鐘，而且仲要帶住疲倦不堪嘅精神同埋軀殼去完成之後嘅路段。可想而知，之後嘅路會有幾難。我企咗喺呢一個冰寒地凍嘅檢查站外邊，企咗都好一段時間，一直望住呢一個漆黑無光嘅賽道。漸漸，我見到遠距離有一點光，由微弱慢慢咁樣越嚟越光。從服裝同埋外形，我判斷到佢係 Grace。佢終於嚟到呢一個站。我見到佢之後，我立即將佢拉到去我幫佢預備好嘅位置，進行唔同嘅補給。因為呢一個站嘅過程都係爭分奪秒，佢同關站嘅時間非常之近。我俾我預備好嘅食物俾佢，佢食咗幾口之後，我立即幫佢計時，俾一個非常之簡短嘅休息時間佢。我叫佢瞓喺度休息一下。呢一段時間，我立即幫佢整理行裝。我哋其實係同時間競賽緊。每一個錯誤嘅決定同埋行為，會直接影響到佢最後可唔可以順利咁樣完成到比賽。唔知道係咪上天見到佢嘅努力同埋堅持，佢嘅身體喺呢度短短嘅幾分鐘入邊，慢慢恢復緊過嚟。我見到佢有完成嘅可能性，喺佢死灰嘅眼神入邊，我見到一絲嘅希望，係一種久違熟悉嘅感覺。雖然喺呢一刻仲有變數，但係並非冇可能。越野跑嘅神奇之處，就係如果你堅持到底，捱過咗最難嘅關卡，唔少人都可以得到浴火重生嘅可能。今次就係發生喺佢身上。
倒數嘅大鐘突然之間響起，好似吹起咗死線嘅號角。現場芸芸咁多位參加者，只有幾個人向住出口嘅方向行過去，當中包括咗 Grace。嗰一刻，我終於笑出嚟。勇氣只能夠將你帶到去呢一度，剩低嘅你要靠你嘅實力去完成埋佢。我知道你係得嘅。佢離開嘅瞬間，我就立即將所有嘢打包，然後趕去下一個檢查站 Fano 線154公里嘅位置。我趕到去呢一個站之後，天開始光。我發現呢個檢查站嘅氣氛同上一個有好大嘅分別，大家嘅眼神都充滿咗力量。呢一個檢查站係支援選手可以去到嘅最後一個點，而選手只要到達咗呢個檢查站，完成嘅機會都已經非常之大。我到咗冇耐之後， Grace 好快就出現咗喺檢查站。喺呢個檢查站，佢冇休息，食咗少少嘢，整裝好就向住終點進發。佢離開咗之後，我立即喺 IG 嘅 Story 公佈咗 Grace 已經到達，而且繼續向終點進發之後，好多人都非常之開心同埋興奮。大家最期待嘅畫面終於都出現。喺呢個時候，我都鬆咗一口氣。我知道依家嘅佢係冇嘢可以再難到佢，而剩低嘅挑戰，我相信佢絕對可以跨越得到。執好晒所有嘅包袱，我立即趕去終點位置。喺終點嘅位置，我見到有好多香港嘅朋友都企咗喺呢度。我哋大家都不斷更新手機嘅資訊，去望實 Grace 嘅實時位置。而喺嗰一刻，終點拱門嘅兩旁都企滿晒人。呢度除咗參加者嘅家屬之外，仲有好多已經完成咗比賽嘅運動員。大家除咗為自己人打氣之外，佢哋仲想見證同埋支持呢一場世界級越野跑最終站最後一批完成嘅勇者。終於喺芸芸人海之中，我發現到 Grace 嘅身影。喺人群之中，佢嘅身形好渺小，一啲都唔起眼。但係我嘅目光就偏偏喺佢身上邊冇離開過。我見到佢露出咗久違燦爛嘅笑容。克服呢一切嘅痛苦之後，佢得到嘅除咗係無上嘅榮耀、掌聲同埋歡呼聲之外，仲有一份只有佢自己最清楚嘅釋懷同埋感動。佢緩緩咁樣衝過咗終點線，我立即衝上前攬住佢柔弱而且殘破不堪嘅軀殼。透過微微透明嘅太陽眼鏡，我見到佢泛起咗淚光，而我嘅太陽眼鏡喺嗰一刻都冒上咗一層薄薄嘅霧氣。終點拱門下嘅歡呼聲震耳欲聾，都係屬於完成 UTMB 總決賽嘅參加者。呢度每一位努力、堅強、不屈嘅身影後，都埋藏住一份份美麗動人嘅故事，喺 Chamonix 白朗峰之下盛放。而拱門下嘅我哋，就係 UTMB 2025故事入邊嘅其中一個主人翁。
電話喎，如果唔係咧，我已經打咗電話咧，同你哋講話，不如我走啦。跟住我收唔到電話喎，咁我就話，唉，算啦，我